總價80萬可以攞低嘅市中心湖景大平層，係區內天花板級別嘅景觀。客廳開間6米闊，呢一套係126平方嘅4房，跟住8米嘅陽台睇出去就係頭排無遮擋嘅湖景啦。整個環湖跑道4公里你喜唔喜歡呢？南北通雙陽台，次陽台喺呢度，6人嘅餐位。半開放式嘅廚房，大推拉門，入門口係書房，仲有公共衛生間，都係特別之靚嘅。每個房間都係景觀窗哈，採光非常之好。再次感受下咁靚嘅餐客廳位置，哇塞！首付3萬蚊，月供4000蚊咋，就可以擁有咁靚嘅度假屋啦，並且全屋精裝修。而家見到嘅就係交樓標準。拎包入住，主人房大嘅套間有270度嘅飄窗睇湖景，小區有直達返香港仲有澳門嘅業主樓巴哈，可以見到係帶洗手間仲有化妝間嘅，樓下就係公交車嘅總站，1蚊雞就可以直達拱北口岸啦。